你敢有介意食餐厅哈？敢有介意？伊迄厨仔内底，哇，拢煮甲足青草的呢。你有看过啥物物件放在迄厨仔内底哈？冰淇淋、咖喱饭、哇，还有啥？鱼啊、安尼咱若点菜点完，就直接位内底放来食就好啊，对无？白沙，伊是假，足厉害的呢，会当甲假的物件做甲敢若真诶共款呢。你敢有想要知影是安怎做出来的哈？想法，你想要知影假的食物是安怎做出来的呢？我袂想要来啊！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煮5针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做人上盖讲。金叫放啊！这个鸡腿请你食。哇，阿家你人哪会遮尔好啦？你这鸡腿假的啊？你也无食，那都知影是假。这吼，看就知影是假的啦。啊，无亲像有一寡餐厅迄汤仔厨内底哦，放足侪看起来足真的食物模型的物件，真好食款的，看到就想要买。哦，开餐厅怪放这哦。安尼金叫，你金叫我哪做？我嘛袂晓诶。啊，不过咱用去问做食物模型的专家，教咱安怎做啊？行。安尼后摆我若是开餐厅吼，嘛要做一个这种食物的模型呢。哇，到时就会足侪人来哟。金叫，吹掉。阮拢是讲食品模型，因为利益啊是俗句型产品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食品模型是料理过的物件，所以就亲像蚵仔甲蚵仔真的差别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唔对啊，你啥？手机仔借我一个。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第一个线索料理，第二个线索模仔甲画笔。今日要找的主角就是食品模型师。了了就开始做食品模型，已经超过10档啊。伊做过食品模型超过5000个。要做食品模型，有只要有美感，上重要的是爱真熬观察食物。哇，了姐姐，食的敢拢是你做的哈？看到拢真好食款呢。是啊，这是阮做的模型的一部分。干嘛呢？我看你比我较少年，哪有可能做过遐尼济？我毋是。我甲你考试一下，你若会当讲出答案，我才要承认你是做食品模型的高手。好，无问题，做你来。遮有6种菜色甲水果，倒一种是？番麦笋是假，啊？啥？我第一步就还未讲煞，你哪会知？因为番麦笋若是青的，色水会搁较浅。我哪会拢看袂出来？遮有6种点心，倒一种是假的？好，我来看卖。这卡路里是假的，无唔对，你哪会知影？因为看起来乌金乌金，看起来色水写甲伤过招纹啊。我用目睭看袂出来呢，无妨看卖好啊。唔对啊，一下就认出来，唔就代表恁做的甲真的无同。阮做食品模型哦，毋是要互人分袂出来，是要互人看的时阵好食款的，互人客想要买、想要食。为着要做出看起来上好食的食品模型，了了会看足侪食谱册，甲煮食的节目，来观察好食的料理生做啥款。是安怎咱做模型进前，搁来先买菜？
哦，因为阮爱看菜色的形，啊，转去爱测阮爱的大小。哦，啊要安怎看？要安怎买？像这高丽菜香，啊，这菜香吼，这个纹理嘛是足重要的。哦，我看卖，伊安尼，这纹理拢无共款。有的是较明显的，啊，有的是无遮明显的。啊，转去做的时阵，啊，当然是明显的较好啊，因为爱人一看就知影，对。马铃薯的话，就是看伊有皮的款，阮有当时爱插迄个皮的试水，嘿啊，有的是带皮落去做的料理，嘿啊。原来观察是做食品模型上重要的一步。我遮尔爱食物件的人，竟然唔捌好好观察食物。等一个要做模啊，我着爱看好详细，唔通漏开。英叔，阮兄弟要来开鸡肉架的模啊，所以你还讲我拣几块较好看。鸡肉架毋是拢时做共款，阁有分好看歹看的。哦，有哦，是即块啊是有淡薄仔破去的，这就袂用的，所以爱拣较完整的。哦，我知影，安尼我绝对拣规块好看的出来。好。哦，这块真赞哦，哈哈，挺好啊，嘿嘿。哇，这无见着的，都拢是我的啊！哦，好，即摆要来为这鸡肉架啊先放落。啊，这是水控，阮爱为这倒落，这是硬化剂，爱是拉拉的，嘿，爱嚼。要倒的时阵爱较幼工的，所以爱安尼豆豆啊倒，嘿啊，因为伊会顶去，所以你动作嘛会够较紧的。你爱试看卖吗？好啊。安尼敢会伤粗？袂，搁较悬一点好啊。嘿，安尼就有啊。哦，较悬伊就有啊。是。做这幼工的时阵，爱足专心的呢。系啊，专心的时阵，嘴拢会开开的嘛。咩安尼？变空空啊！了后顶头有淡薄仔土，就爱先用起来安尼。爱等偌久伊就顶去。这爱等1点钟，啊了后再甲伊倒满去。所以搁一遍哦。嘿，要做模型的人客，拢爱准备因的商品，互了做模啊。做一块模啊，竟然需要2天以上，实在是少了时间呢。了，我知影，后一步是毋是就甲 A、B 甲倒入去，对无？毋是，阮爱先看这。是安怎阁是鸡肉噶？因为啊，爱看皮甲肉的色水是无共的。啊，这么麻烦哦！我就是直接倒入去就好啊呢。袂用诶，食紧会弄破罐，所以爱豆豆仔来。哇，这鸡肉架真好食呢！嘿嘿，金姐，你爱认真做哦。即摆这是 A、B 架，啊，阮爱安尼先甲伊拉好嚼。这是皮的色水。哦。嘿，啊，这是爱有淡薄仔透明。所以这拢是爱阮家己调整的。所以一开始迄色水就要先调好。因为你咧做出来了后，你若是画色落去，若是无够透明的话，你画起来就无成啊。因为是不是拢有汤羹，嘛是有淡薄仔透明。啊，你看这是不是足共款的？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是假的。哦，这个是假的哦。系啊。你讲有安尼有汤羹放喺电火下骹看，上清楚啊。是。听了讲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所有的食物拢是会通光的。伊会开足侪时间研究无共食物的透明度，就是要做出更较好的模型。哦，完成啊！哇，足成的咧！即马 A、B 架已经定啊，刷落来就会当测试啊。哦，了哪会遮尔有眼光？我这个测试，真是厉害。金姐，你即摆擦甲安怎？哦，了，你来个拄好，拄擦好尔。你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看起来真赞。你这敢冷冻的，冷冻摕出来的。
无亲像哦。那样呢？看安尼，你这个色吼伤光啊，所以阮爱安尼调整一下。啊，顶头伤光啊啦，这已经敢若是放伤久诶。放伤久，油照出来。阮咧做食品模型的时阵吼，这个色水是足重要的。你看安尼，嘿，看起来哪较好食嘿咧？啊，你看这是无共款的色水，看起来感觉就无共。嘿，像这是敢若冷冻库摕出来的款，啊，这是煮无熟的。是无是？嘿啊，啊，这是已经煮好啊，已经敢脆脆。嗯，啊，这是煮甲炒火搭。哈，可要炒的嘿啊，啊，这是咸椒啊伤济啊。嘿，看起来足咸的。所以无共款的色水啊，是有足侪差别的哦。你搁试看觅。过来试看觅啊。画甲袂歹哦，有进步呢。嘿，老师你看觅。哦，我看觅哦。嗯啊，你看遮啦，你骹拢无画着。哦，但你这毋是会扎起来？人客虽然无看到，啊，毋过阮家己知影，阮家己有画无画啊，所以这嘛是足重要的，这嘛是爱画起来。了了做模型，顶真阁有坚持，毋管人客是毋是看会到，伊每一个商品拢会足用心制作，才对得起家己。你好，我要做模型，请问安尼爱偌济钱？你敢有相片？我先知影你咧卖啥物物件，才会当报介绍互你哦。我是迄个卖便当啦，请问安尼爱偌济钱？你安尼讲，我嘛毋知影内底有啥。就是便当吼，内底有肉有菜，请问安尼爱偌济钱？嘛是爱请你寄相片互我才会知影内底有啥，啊才有法度算钱互你哦。麻烦你送一个卤肉饭的碗互我哦。你就用普通的碗就好啊，敢搁爱寄？袂用的啦，爱用你店的碗。阮店的就是用迄种上普通、世界普通的迄种啊。世界普通的碗有足侪种的啊，爱甲你的一模一样才会用的。无，你送一份卤肉饭过来，连碗装侪送过来。好，就安尼哦，拜拜。喂，头家，你这伤贵啊啦！我甲你买一个模型，就爱卖200盘臭豆腐，才有够难呢。算我较俗一个啦，哈。袂用的啦，袂用的。你一盘臭豆腐吼，钱就会当卖啊。毋过我做你的臭豆腐哦，干那一块豆腐爱开无，但是你控干，我爱洗好清气。了，怪棍无，爱一块一块擦熟了，才会当做好。爱一块臭豆腐吼，我爱开几落工才会当做好呢。Hello， 阿伯，你敢有有伫诶？饮酒压倒，做人上解人。哇，这逐项看起来拢足好食款的呢。我要今日去内底捡菜。哇！了了，你毋是讲要甲模型交人客？敢讲这摊厨内底的模型拢是你做的？是啊，这个拢是阮做的。安尼摆起来真澎湃，菜色真清楚呢。人客唔免看 menu 就知影会用点啥来食。食品模型啊，就是爱互人客知影，这间店咧卖啥的。佮有配菜真清楚，看起来足好食的呢。我小等啊，这模型交互人客，就直接食饭。好啊好啊。搞呢？你甲了了啊嘛合作过足袂歹。你感觉伊这个人安怎？伊拢会徛在阮的立场替阮想办法，那有拄着问题，伊拢会替阮解决，所以阮合作的决定是拢足欢喜的。感觉伊做出来作品安怎？哦，廖小姐的作品做起来足敢若真嘞。所以你嘛足满意的。对，看起来拢足好食的。哇，了姐姐，你连这马莲鸡饼拢搁做甲遮这个共款，有笑面呢。我点的这盘啊，猪排甲盘啊，甲外口的模型真正共款呢。是啊，当然嘛爱做共款的，若是外口的模型，甲你点的物件无共款，你是会足伤心的。阮做好看的模型是为着要甲你写入来。
啊，无咱即马开食好哦。我这唔甘食呢，伊做你唔甘我先替你食啊，袂用的钱啦。做食品模型爱详细了解客户料理的特色，做好一个阶段，了了就会翕相互客户看，安尼一步一步做出甲真正料理同款，阁会当成人的模型。哇，这食品模型真正足趣味的呢！可惜阮兜哦无迄 A B 架，无我转去哦，嘛用家己变呢。会用的啊，我想我这青吧，就是用黏土做的。黏土，系啊，黏土嘛会使是黏土做出来的。是，我甲你教。我足够做黏土的，好，我来试看卖。好，跟它拼图同款。哦，甲无的所在搭是。起。啊，你当初啊了了，你哪会想着用这黏土来做？因为啊，肉，若是你食火锅，啊，毋是迄肉拢是安尼 QQ 的，对，所以 AB 架就无法度用啊，所以就想着讲，即个黏土是无共款的材质，啊，伊会当做了后是介上新。是。咦，哇，有够新的啦！想袂到黏土嘛用做这肉片，啊，佫有啥物材料会用摕来做这食品模型？其实吼，啥物材料拢会用的，只是你爱做出实物的款，嘿，啊，伊拢是叫做食品模型啊。啊，原来什么材料拢会用钱呢？真少，安尼咱紧来去找看卖。这是物？这是蒜头，哦，袂歹，两个拢有成哦。这是米仔糖。这是两饼皮，哦，愈来愈厉害啊哦。这是披萨。这是美国挂包，我嘛有，这是肉酥棒。好食。哇，遮哪会啥物拢有？哇！阿狗总铺师，今仔日想要食啥物？先互你一碗白米饭，一寡菜，搁互你我上喜意的红菜头，甲香公公的两包。上好尾，搁放一支世界大鸡腿，好食的鸡腿饭就完成啊！了了，我发现这食品模型哪会拢安尼放粗粗哈？哦，因为粗粗啊，才会当全部拢看会到。你一看就知影有啥物物件伫顶悬啊。所以阮咧做食品模型的时阵啊，料拢爱放在顶头。哦，连这个撇步我拢学起来啊！我想吼，我应该用出师啊，多谢师傅。干嘛呢？我来比看卖。看阮啥物人做的炒饭看起来上好食。好啊，做你来，比的比。迄料当然嘛是愈济愈好，较澎湃啊。我是摆甲拢有足整齐，拢有看的就好啊。老师，你这看起来真正足平凡的呢。你看我的，你头出来 ，shiny shiny。看起来足恐怖的。你这看起来就是一般般的炒饭。你也看起来嘛无好食款，哗众取宠。好，咱即马现场邀请着102位的同学，要来竞出倒一盘，才是看起来上好食的炒饭。比赛开始。请问你拄啊投几号？ 1号，是安怎投1号？因为伊有虾啊，我最爱食虾啊的。2号，为啥啊？是安怎要投2号？因为青菜较少。2号，是安怎投2号？因为伊看起来较水。我投2号，因为真可爱。
一盒，是安怎倒一盒？开好食，二盒，伊看起来就好食的。哦，要投煞。今仔投票已经结束啦，咱102位的同学已经竞出看起来上好食的炒饭啊！恭喜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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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金蕉得到第一届看起来上好食的炒饭名啊！我真正无想到，我会得到冠军。多谢各位评审，我想到要互咱的小朋友，所以就做较古锥的。老师，你感觉咧？我是感觉因是经上奇怪。啊，搞出礼物，先干耶！5、4、3、2 ，Action！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伫我对面这位是。我是廖廖。阿高，你头开出去一个，老师咧加物件啦。这是咱头一摆无翕到咱的面呢，哇，原来翕到手尔真好耍呢，哈哈。老师是咧创啥？伫咧做阮的作品，录影起来，会放在网络顶头，互人看啊。甲真诶足成诶，有诶葱仔白，伤紧啊！你有看到我无？伤紧啊啦！廖廖，你即摆咧创啥？哦，我咧做明仔载要上课的物件哦。哦，啊，这是啥？这相从爱位内底啊，甲这努力摕起来，啊，换阮自家去做的努力。啥？遮尔麻烦哦，这敢袂用直接用？因为阮食品模型爱放足久的啊，真的努力会担起，所以应该换阮家己做的。连遮尔细的物件嘛爱家己款哦。我看做老师嘛无比做食品模型辛苦啊，我甲你斗做好啊。好。除了接 case 做食品模型以外，廖廖阁有另外一个身份是食品模型老师。因为科技对时代的进步，即马需要做食品模型的店愈来愈少啊。不过，想要学做食品模型的人，颠倒愈来愈多。互你介意的所在是啥？做这物件？我是感觉我是一个就爱挑战的人。今仔是猪排，啊明仔载可能是咖喱饭。无共款的挑战，意来。啊，上困难迄个关是啥？我最近做一个鸡卵糕，就伫遮。这鸡卵糕看起来应该简单啊。啊，毋过你看，这顶头有一圆一圆的，拢是我家己画的呢。那真诶共款呢？是，这就要开几落工才会当做好哦。毋过这件代志嘛，甲人讲，有当时啊物件看起来足简单的，无一定是安尼。是。食品模型对你上大的影响是啥？食饭的时阵就较无专心，因为你咧观察。系啊，我哋咧看讲啊，这是安尼，这个是。每一项看起来真好食的模型，毋是魔术变出来，是廖廖经过观察、研究、实验、认真豆豆做出来的。廖廖足有耐心，嘛足认真，就算是人客看袂到的所在，也是底是卖的盘仔，拢爱做甲共款。这是对家己作品的尊重。要做模型，搁爱甲学生，伊袂花忝嘛袂藏步，因为咧教人的时阵，家己嘛会当学到足侪物件。廖廖的温柔甲认真，就是模型看起来若像真的魔法。原来好食，毋若是味，搁有一份用心的感动。我甲金蕉就找到一项物件，足适合你的，要送互你哦。当然。野餐的猪啊，伫倒伫这室内底，拢无出去行行的，啊嘛会当招我甲金蕉做伙去呢。好，同齐来去。